17、18年第一批過嚟中山買樓嘅呢啲香港朋友，咁依家7、8年已經過去啦。佢哋買嘅呢啲樓盤，依家入住率究竟係咩情況呢？附近嘅商業配套究竟去到咩程度？今晚我哋依家8點鐘吓，我哋直接揾幾個早期比較多香港朋友買嘅呢啲樓盤，直接睇下佢最真實嘅情況究竟係點樣嘅。當年打住1/4珠海價，5分鐘到珠海，30分鐘到拱北吓，就係我哋依家企住呢度中山嘅神灣鎮。我哋依家到咗呢個時代嘅香海北岸吓，咁呢個盤呢，一共規劃係2300幾戶，應該差唔多一半都係香港人買嘅。當時應該12000左右一平方。咁依家我哋先揸車轉一圈睇下佢真實嘅入住率同埋真實嘅情況究竟係點樣。咁依家你睇到佢正門呢，都開咗一啲商家嘅吓，但係你話多唔多呢？其實都唔多，因為佢隔籬呢邊仲有成紮都係商鋪嚟嘅。咁佢成個項目呢，就分咗幾期開發嘅，你依家睇到啦，佢整體入住率呢，其實都唔高。右手邊呢邊呢，入住率會稍微高啲。我哋依家揾咗個比較中心嘅位置啊，可以睇到佢3期分別入住率係咩情況。嗱，你睇下呢邊，依家整體入住率應該3成都唔到，後面嗰度應該都差唔多吓。最低嘅呢，應該係呢一期，呢一期整體入住率可能2成都唔到，因為我哋依家啱好9點鐘，應該係大家歸翻屋企嘅，應該都翻到噶啦。咁呢個就係佢真實嘅入住率。咁你睇下依家呢啲商業配套。出面嗰度係正門吓，正門嗰邊呢，門口應該開咗一部分商家嘅，都係啲士多店為主。但係呢，你睇呢一排全部係空嘅，隔籬呢一排又係，基本上都係空嘅。咁附近呢，基本上就黑掹掹，咩嘢都冇。你睇呢邊，基本上就啲村屋，然之後出面呢邊都一樣吓，出面呢邊都黑掹掹咁樣嘅。基本上晚黑出門咧，可能都要帶住手電筒先得。如果唔係出門都唔方便啊。咁當年12000一平方買落嚟嘅呢啲樓，依家二手大概值幾錢咧？俾大家睇一個真實嘅數據吓。二手成交價大概係5500左右吓，放盤價大概6200左右，就打咗5折咯。而且呢啲咁嘅數據咧，佢仲不停喺度下降緊嘅吓，因為神灣呢個地方比較特別啲，佢呢度。二手嘅成交量應該係全中山排倒數第2嘅，全年二手嘅成交量400套都唔夠，389套吓。呢個數據呢唔可以話好精準，但係差得應該都唔會好多吓。點解咁多香港朋友會喺神灣買樓呢？主要就係因為早期對中山地理位置唔熟悉，同埋就係因為睇到個價錢同香港爭得真係非常遠。但係神灣呢個地方呢，喺全中山嚟講，應該可以講係最差嘅一個地方。佢全年嘅 GDP 大概係34億左右吓。咁佢呢度嘅人口呢，先得4萬，成個神灣鎮先得4萬人，全中山嘅人口密度係最低嘅，排喺最拉尾。咁你冇人，邊有咩商業配套，邊有咩發展啦？你睇依家黑掹掹嘅四圍都係，人影都唔多過。更加之唔好講有咩商業配套吓。咁神灣呢度呢，佢就典型嘅3無區域吓。第一，佢冇產業，佢神灣呢個地方呢，主要就係以呢個農業同埋旅遊為主吓，同埋仲有一部分嘅生產製造業。咁農業呢，佢呢啲咁嘅菠蘿水產，其實產量唔高，一年呢可能就1個零億左右。咁然之後旅遊呢，一年又係個零億左右，所以佢呢啲產業都係好細規模嘅。加上呢，佢呢度嘅生產製造業規模都唔大，因為佢全年嘅 GDP 就得34個億左右，所以佢產量好低。第二，冇配套，成個神灣佔地係60萬平方公里吓，喺全中山呢排第13，佔地面積其實唔細嘅吓，但係你好難想象到咁大一個鎮區，居然連一間3甲醫院都冇。咁呢啲咁嘅配套呢，可能全中山嚟講呢，應該都係墊底嘅存在噶啦。呢啲咁嘅配套，如果你諗住喺呢啲地方養老呢，呢啲咁嘅醫療條件，講難聽啲就係，可能你呢邊人走咗，嗰邊白車都未到。同埋就係佢呢個神灣鎮啊，咁大一個鎮區，佢連一
間大型嘅叫得上商場嘅佢都冇，全部都係啲小型嘅生活超市，好似1+1嗰啲咁嘅生活超市吓。所以你稍微高端少少嘅消費，你一係就出去珠海，一係就去三鄉啊，去坦洲呢啲地方消費啦。唔好意思吓，神灣係冇地方消費嘅。同埋就係佢呢度呢，連好啲嘅學區都冇，呢啲可能對香港朋友呢就唔係咁重要，但係對你呢間屋嚟講呢，佢係比較重要嘅，因為你呢間屋後期如果要轉手要賣呢，人哋肯定要睇呢啲嘢嘅。第三，冇交通，成個神灣鎮呢，冇地鐵、冇輕軌、冇高鐵，甚至連公交車嘅班數應該都係中山比較少嘅一個區域吓，所以呢度嘅交通呢係非常之唔便利嘅。出行基本上就靠自駕吓，所以對啲年紀比較大、唔識開車或者開車唔方便嘅香港朋友呢，就唔係咁友好啦吓。同埋就係佢呢度呢，好多香港朋友之所以買呢度，主要就係睇到佢呢度有嗰個兩地巴士喺樓盤呢度直接可以翻到香港。但係呢啲咁樣巴士呢，每日可能就係得2到3班嘅啫，呢啲班次係非常之少嘅。所以你如果兩地往返呢，咁你就要諗清楚啦吓。所以佢呢度嘅交通配套喺中山嚟講，可以講係非常非常之差。咁講咗咁多呢，如果早期有買咗呢啲地方嘅朋友吓，諗住投資賺大錢或者買嚟養老嘅，依家該掘肉歸子選就嗱嗱聲啦吓，因為神灣嘅市場依家仲係喺度下行緊嘅。依家二手喺神灣基本上5000蚊，可以講係任揀，一手啊更加之離譜。一手依家有個樓盤係打緊4990一平方吓，任揀唔分樓層，大精裝修，仲送埋車位添，呢啲咁嘅價錢。所以如果係早期買咗嘅，建議嗱嗱聲該走就走啦吓。如果係未買樓嘅朋友呢，諗住過嚟中山買樓嘅，但凡見到嗰啲咩珠海北、神灣呢啲咁嘅，一定要諗清諗楚吓。因為依家哪怕佢係4900好、3900好，依家呢個價呢，佢後期基本上都係冇任何流通性嘅，因為成個神灣鎮你 GDP 基本上係倒數第一嘅，常住人口又係倒數第一，咁你二手成交量又係倒數第一嘅，呢啲咁嘅地方，你如果係投資嘅話呢，可以講係毫無投資價值。你如果係養老嘅，諗住買神灣呢啲地方嘅，咁勸你一定要諗清諗楚吓，因為你養老最重要嗰幾樣嘢，佢完全係達唔到嘅，醫療又冇，商業又冇，交通又冇。所以未買嘅朋友一定要諗清諗楚吓，千祈唔好因為一時衝動，千祈唔好睇到嗰啲江景，哇好大條江啊，好靚座山啊，呢啲呢喺香港佢的確係好值錢，但係千祈唔好用香港嘅眼光去睇中山嘅樓吓，因為喺中山特別係神灣呢啲地方，最唔缺嘅就係山，最唔缺嘅就係水，呢啲係完全唔值錢嘅，所以一定要諗清諗楚先至落決定吓。